最近有個好 hit 嘅投資實驗叫做 Alpha Arena，呢個投資實驗係由 NOF1 推出嘅，由6個主流 AI 真金白銀落場，喺一間加密貨幣交易所 Hyperliquid 上面做 crypto 買賣。今次參賽嘅6個選手分別係 GPT-5、Gemini 2.5 Pro、Claude Sonnet 4.5、DeepSeek、Grok 4同埋 Quant3 Max。Hyperliquid 會提供實時市場價格、歷史走勢，再加埋一啲技術分析俾6個 AI，佢哋自己分析，自己決定幾時買入、幾時沽出，跟住呢啲交易就真係會喺 Hyperliquid 上面執行。比賽開始咗10零日，成績最好嘅 DeepSeek 已經賺咗差唔多1倍嘅回報，但係 Gemini 就輸咗接近70%。咁問題就嚟啦。究竟 Alpha Arena 係咪真係證明咗 DeepSeek 係最勁嘅投資 AI， 定係講真呢個只係一場 show 嚟博你眼球呢？喺留言度講下你點睇啊！